你係咪覺得高收入就一定等於高退休金呢？一開始我哋見到 A 君嘅收入咧係每年9萬磅，而佢朋友 B 君嘅收入咧每年咧就係3萬磅。好多人都會覺得高收入嘅 A 君咧將來攞嘅退休金一定高過 B 君嘅喎。但係事實係咪真係咁簡單呢？嗱，A 君嘅收入高，所以咧佢每年要交嘅國民保險 NI 咧一定嘅供款就會比 B 君多噶啦。但係多交嘅供款係咪就等同於將來攞嘅退休金就會多啲呢？答案係唔係嘅喎？其實只要有35年嘅 NI 供款，就已經可以攞到全額標準嘅退休金㗎啦。A 君雖然供款咧係多過 B 君，但係超過咗35年嘅供款咧，對於佢退休金將來嘅金額咧係冇任何嘅影響嘅。最後睇翻啦。A 君同 B 君一齊都去到退休年齡嘅時候咧，攞到嘅退休金竟然係一模一樣嘅喎。所以無論你收入係幾多，只要係夠35年嘅 NI 供款嘅話咧，退休嘅時候攞到嘅標準退休金咧都會係一樣嘅。A 君交多啲 NI 唔等同於 B 君咧可以俾佢攞得多啲嘅喎。